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9，诗篇138篇20安尼讲：我要往你的圣殿跪拜，要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互你的名甲你的话超越一切。三甲来祈祷，互你的名甲你的话超越一切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古早、现在，直到将来，信实公义、慈悲怜悯，永无变化，永无改变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利用你的大权能，用你伸出来的手，带阮对患难中出来。主啊，你用救恩做阮的盾牌，保护阮，互阮通美伫你的内面。主啊，世上一切无啥物通甲你相比。主啊，阮若离开你，阮就无法度做啥物，因为你是阮的一切甲所有。主啊，我要往你的圣殿跪拜，要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互你的名甲你的话超越一切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